唔好呃自己啦。當你唔開心嘅時候，第一個反應就係逃避。但係你有冇諗過咁樣真係可以解決到問題？我以前都係咁樣，遇到任何唔開心嘅事，我嘅第一個反應唔係去解決，而係逃避。但問題仲喺度，我反而更加難受。慢慢我先明白，逃避係人嘅本能。但問題係，如果你一直逃避，問題依然喺度，你只係用時間去麻醉咗你自己。有一日我洗車嘅時候，突然意識到個腦完全喺度放空，個人慢慢平靜落嚟。呢一刻我先諗起，點解我淨係逃避嘅時候先可以放空，而唔係去選擇一個正面嘅積極嘅方式去面對。我開始明白一個道理，你選擇面對，你先可以成長。但係你選擇逃避，你就永遠不變。但唔係話你要硬生生去面對，重點係你要揾到屬於自己嘅情緒出口。乜嘢係情緒出口？就係你主動選擇嘅一個方式嚟去面對釋放你自己嘅唔舒服。有人運動喺跑步機上邊揮灑汗水，有人畫畫一筆一筆咁樣將負面情緒畫到喺紙上邊，有人打掃喺整理外物嘅過程中整理內心。關鍵唔係選擇係乜嘢，而係你揾到咗乜嘢。因為只有你主動去選擇嘅方式，你先至會真係去做。只有你真係去做，你先可以釋放你自己。所以記住呢個順序啦。第一，揾到你自己嘅情緒出口；第二，用佢嚟釋放自己；第三，有力量去面對問題。呢個唔係逃避，呢個係充電。逃避係被動嘅、無限期嘅，充電係主動嘅、有目標。揾到屬於你自己嘅情緒出口，你就可以勇敢面對一切困難。評論區話俾我知，你嘅情緒出口係乜嘢？係運動、係創作、係整理，定係其他？